繁华，情绪高涨。土耳其阿非尤卡拉西萨尔市的非政府组织平台举行游行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周五的举骂礼拜后，聚集在本市最大清真寺前面的组织成员高举东突厥斯坦和土耳其国旗，高喊口号，对中国的压迫和同化政策表示抗议。该平台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中国官媒评击达赖喇嘛。中国官方媒体连续2天发表文章，猛烈评击流亡印度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称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祸乱乱教的政客。尽管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寻求在中国境内实现更大的自治，但中国官方的《西藏日报》星期五在头版评论中说，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叛逃国外以来，他念念不忘西藏独立，始终利用宗教影响，长期从事分裂渗透活动。评论称，达赖喇嘛天天挂在嘴上的这句话那道路，其实智斗士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妄图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的主权。达赖喇嘛尚未做任何回应。中国外交部回应美国西藏法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允许美国外交官、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如果以上人士无法进入西藏，美国国会希望拒绝中国官员进入美国。针对美国国会通过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卢康表示，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其他国家干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东突厥斯坦学者参加伊斯兰联盟会议，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学者协会主席阿塔伍拉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前往曼加参加伊斯兰联盟会议。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举行会晤，介绍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的压迫政策。与此同时，图姆图尔克先生在开塞里埃尔杰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应邀出席活动并演讲，向师生介绍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政策。对世界的最大威胁，美国情报界发布了一份全球威胁评估报告。根据该报告，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对国家安全而言，在威胁清单中，核武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相结合。